Hello， 而家需要2萬蚊，首期2萬蚊就可以喺星河單體呢度攞到一套咁靚嘅絕美嘅湖景單位啊！嗱，星河單體咧，佢嘅各樣嘅設施都非常之完善嘅。點解咁講啊？佢有自帶嘅體育公園啦，仲有一個真係好靚嘅別墅。佢星河單體有自帶別墅區嚟嘅。咁別墅裏邊咧，仲要係啲業主全部可以享有嘅就係圍繞成個別墅嘅一個湖。咁啊，成個湖嘅啲綠道啊，係非常陰涼啊，同埋舒適嘅。包括埋佢嘅旁邊就亞公頂嘅森林公園。咁佢而家業主佢哋自己業主可以獨立享有一條山道啊，自己行上山頂。咁有條登山道係業主先可以上去㗎吓。咁我哋而家先行喺呢個湖嘅湖景整體嘅地方睇下啦。我哋而家就望過去前邊，基本上圍繞成個湖可以兜一圈，揼一轉過返嚟呢一邊嘅，所以裏邊仲要養埋天鵝，所以呢個湖咧嗰啲生態係非常之好嘅。大家可以望下成個湖嘅湖景啦，都 OK 嘅啦。嗰邊咧就係游泳池。咁游泳池就喺嗰邊游水，呢邊就湖景，嗰邊就係星河單體嘅別墅區。咁呢邊咧就係啲前幾期嘅嗰啲樓宇，全部已經係入住率嘅啦。呢度嘅星河單體入住率咧，起碼有70% 到80% 入住率嚟，所以呢度嘅人流咧就非常之旺嘅。所以下邊嘅底箱咧就肯定係完善嘅啦。Nice。咁我哋嘅鏡頭可以望到嘅就係最新嘅啦，最遠最邊嗰幾棟咧，佢嘅首期只需要2萬蚊，其他發展商幫你全部安排晒噶啦。所以呢一度而家非常之有優惠嘅。咁我哋而家就係直接交翻每個月交翻個月供啦。咁我哋買翻啲家私家電，因為佢大精裝修噶嘛，直接可以入住噶啦。佢度自帶小學、中學，仲要係全部名牌嘅。OK， 我哋而家嚟到咧就係星河單體自己自帶嘅商業，呢度就係 Coco Garden 商場。咁呢度咧就非常之完善嘅，各種餐飲啊，包括埋電影院啊、新鮮超市啊，全部有齊晒噶啦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人流係非常之好噶啦。今日星期日，咁佢對面咧過去呢個位，嗰邊過去咧。就係大概係有冇600到700米度啦，就係個新天虹廣場。咁呢個位置直去咧，大概係10分鐘嘅路程咧，就係去到惠陽高鐵站。咁2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深圳北啦。咁如果60分鐘嘅車程咧，就可以去到香港西九龍噶啦。所以交通方面係非常之完善嘅。我哋而家咧就由嗰個 Coco Garden 嗰個位置咧，行翻過嚟我哋呢個最新嘅組團 T 區啊，星河單體嘅，嚟到佢嘅大堂門口，大家可以直接望下個大堂門口嘅 level 幾高嗱，成個 level 掂唔掂啊？靚唔靚啊？佢呢度門口直接去對面咧就屈臣氏啦，同埋個 Coco Garden 嘅商場，所以佢個購物啊，同埋落街買啲基本嘅嘢啊，包括埋新鮮超市啊，喺嗰個位置，咁啊都非常之方便嘅。麥當勞啊、M 記同埋肯德基啊，全部都喺晒呢度噶，包括埋我哋飲杯咖啡樓下嘅都有。咁啊嗰邊入去咧就係啲舊嘅組團啦，咁啊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噶啦。呢一個組團係最後一個組團嚟嘅星河單體。咁之前佢已經係有7棟、6棟同埋5棟，已經係全部係賣晒噶啦。咁而家最新加推嘅就係1棟嘅樓喎。咁我哋咧就今期我哋就上去睇下先。OK， 我哋而家嚟到呢個星河單體嘅 T 區嘅組團啦。咁而家我哋嚟到2樓呢個部分，其實就係佢嘅大堂嚟嘅。2樓佢係空中花園嚟嘅，所以私隱性咧就特別高嘅，同埋啲環境都靚啲嘅。點解咧？空中花園啊嘛，其實起碼都提升個 level 啊。佢而家我哋見到嘅咧就係呢個6棟
同埋嗰邊嘅7棟全部已經係交付㗎啦。今期帶大家嚟睇呢一套啊，中央園景嘅舒適3房，94平米，大概係1000尺度啦。咁我哋而家入去裏邊睇下先嚇。入到嚟咧，首先門口嘅位置智能門鎖、指紋鎖嚟嘅，配晒俾你 Panasonic 㗎啦，成個門啊非常之高檔，係咪先？好，嚟到呢度，首先見到嘅個廚房位置 L 型嘅設計啦。雙門冰箱啦，都足夠晒位置噶。嚟到呢一邊嘅位置咧，就見到個成個到頂嘅鞋櫃啊，收納空間即刻提升個 level 啦。不過鞋櫃咧淨係做咗一半嘅啫。呢一個示範單位咧，呢一邊係唔包嘅。OK， 咁嚟到首先見到入到嚟就係個餐廳部分啦。佢啲設計都 OK 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廚房同埋餐廳係分開嘅，咁個門口嗰邊開嘅情況下咧，餐廳部分嘅空間咧就更加會充足啲咯。咁嚟到呢個位置，個客廳部分啦，3.6米嘅闊度啦，跟住去到個露台都同等闊嘅啦，所以個露台都足夠晒使用嘅。咁個採光方面都係非常 OK， 直望出去就係到時呢個組團嘅 T 區組團嘅花園嚟嘅內部花園，所以呢一套單位嘅景色應該係最靚嘅。好，嚟到裏邊嘅休息區部分，首先見到嘅呢個位置啦，呢個位置係間細路仔房，咁而家做咗細路仔房，咁後期你想做成咩房間設 style 都冇問題噶啦，方方正正啊，望出去係個園林景嚟嘅，所以都非常 nice 啊。跟住嚟到呢個位置咧，就公共洗手間位置啦，全部都配晒俾馬桶啊、洗手盆啊，同埋呢個淋浴室啊，裏邊嘅玻璃全部做晒俾你噶啦，所以就後期你可以慳翻唔少，基本上可以買翻家私家電翻嚟就即刻入住噶啦。好，嚟到呢個位置，呢間房都係做咗個細路仔房啦、BB 房啦，咁佢而家利用埋個飄窗做埋個床喺嗰邊，所以空間就會更加充足啲咯。然後嚟到我哋呢個主人房部分，係你間主人房啊，咁啊嚟到咧，首先呢個位置就有個空間嚟噶啦。咁嚟到呢度係個洗手間位置，咁啊裏邊嘅所有設備啊，全部都係配晒俾你嘅後期。嚟到個主人房，正唔正啊？見唔見咁大個飄窗啊？房有幾大，飄窗就有幾大，個窗成個咁大，所以成個採光啊，同埋啲景色啊，簡直係完美啊！你諗下呢度位置，整翻個榻榻米喺度啊，兩公婆平時啊坐喺度飲翻杯咖啡，或者兩個人飲翻杯紅酒，完美。兩公婆嘅嗰啲生活啊，咁幾咁寫意係咪先？呢個位置其實擺張2米床都應該足夠嘅，不過最好1.8米啦，咁啊擺翻個衣櫃喺個位置。OK， 好，成個單位睇晒噶啦。咁有興趣嘅就記得 follow Vicky 哦。佢呢個組團咧，星河丹提嘅組團咧，仲有其他3個職嘅，有一個係大環廳大4房嚟嘅，仲有一個咧就係南北通嘅，都係4房。OK， 仲有一個係都係大廳嚟嘅4房嘅。咁如果係你有其他職嘅需求嘅話咧，都可以 follow Vicky 哦。最緊要嘅就係記得點 lik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。下期見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